美景影片分享，我到那个抖音制作动画以后会选择分享到抖音。音乐、文字都可以选。用自己影片的声音，没有声音可以换。可以按右下角向左的箭头，按下一步。文字也可以啊，照片这么美。按井字号来选那个比较常用的、比较多人看的影片，英文会比较多的。分享 share SHARE 分享 share， 3位数字右。M 是100万，那 B 可能更多了。M 小数点前面3个字那是亿的嘞，亿啊，722.3M 72230万呢。按下去，你看，按花布。